7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今仔日全部拢无通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除了感谢所有的支持者，嘛感谢民众党的朋友敢收听，强调讲这百姓是期待改变的，才会互国民党继续有监督的力量。而且伊嘛宣布讲，嘛会当甲党主席的位交代予台中市长罗秀燕。过去4年，为了台湾，为了国民党，我们尽心尽力，全力付出。我要正式在此宣布，这是我顺利交棒、放心交棒的时刻。我要在这边非常诚挚的恳请卢秀燕市长接任下一任的国民党主席的重磅，承担党主席的重责大任。秀燕的沉稳、务实跟温暖，是此刻国民党、此刻台湾最需要的稳定的力量。今仔日的罢免投票，国民党是全部收掉咧。咱那朱立伦是望讲会当把这党主席的位交代予台中市长罗秀燕。同时嘛，对咧政府提出5项改革呼吁，伊是强调讲会甲青年团体同齐拍拼，而且伊嘛全力支持这罗秀燕来领导团队重返执政。